那跳绳来讲，从那样秀来讲，差不多半小时。总的讲，天天走啊，天天走啊，天走啊，是当然走啊。你讲啊，你种出来莱姆，买就紧爱，也无漂亮啊。变发展大了来是讲，已经变化啦，哦，其实树团是上爱买个莱姆的个水果啊，卖出去是阿龙当阿弥陀佛的，结果是变好。唔系大家买莱姆，我就做加工品，什么莱姆出来了哈，有人爱用莱姆磨农药啊，磨化好的产品的东西哈，做出来嘅加工品也相当系很好啦。像个莱姆树哈，先多因放养啊，哈，大家都多放养啊。过了时，你下变爱来啲有发展讲变卖莱姆汁啊，哦，莱姆汁去做搭配。莱姆汁的当搭配爱就个桑葚啦哈，就凤梨啦、洛神花啦哈、百香果等等哈，也都季节性的个农产品哈，去搭配做果酱，去搭配个莱姆汁，安去卖，大家也真分享啊。近几年目前是几只家的永康街，几只家是可以建哈。按照天母人哈，嗰是加高哈，附近的建，按你建的延吉街人哈，是去凉沙共通附近的，哦，这是特别是善变的个啦。按以后去看去杨万兴，几只家是，后上因几只家是发展啦，哦，我是支持几田啦，我年纪老人家的，按老人家的啦啊，也。好模样因的创意啦，去后上因行有点创意哈，去杨万兴去发展哈，那意思的幕后人都去支持了。你没有喝过吗？有喝过。有喝过，怕太甜对不对？那你可以喝凤梨无糖的看看。我可以调甜度吗？对，可以无糖的。那凤梨煮过，它是原本凤梨的甜味。那洛神的话是第一版采收的，所以它会比较酸一点，没差了啊。那我喜欢武术，想要结合一下武术，应该看得出来啊 ，logo 啊、招牌啊，还有门口的木人桩啊，都是我想象中的东西，结合在我的饮料里面。我来为主啦，咱村内其他也有咧按照其他散客哈，像春贤的个拉茶店那对哈，咱就该做面包的啊，哈，咱吃到卖去。是个养生的保养啊哈，该用于痛风了对吧哈，该糖尿病的，当多了吃我的原料，哦，所以我这原料不允许了按性，我的摸农药哈，所以有癌症的原料没有关系，都很好，治疗对身体要增强抵抗力，当好，所以我哋咩大肠讲爱来为改原料，古莱姆到古神人都差不多，啊，比古神人好发进心哦，我兴趣就了不然，所以讲我。做到按辛苦，我感觉唔会辛苦啊，享受在工作中啊，莫拿去当做讲后日系当苦差事，安样做心情是当快乐。其实安样hin啦，比如讲我系讲还未做嘅时节啦吼，其实冇做咧停做啦，其实要做咧让我下巴帮忙有啦，帮忙些是了解讲，我呢生产系因为迄个厂吼，叫积极了解。叫要参与你个工作，你用个底，用慢去做。佢有参与啦，是讲你下去因为去啲下开店吼，即时间完全系这个照顾咧店面吼，所以佢好冇时间落来帮忙。佢已经有参与过，所以佢叫了解。佢下巴会本来先多时间，你安尼做哈，不符合这个经济效益啦哈，慢慢哈，叫你用机器啦哈，做唔得用人工哈。用机器哈推理，专门用人工，用人工的先养起哦，给新本传过啦，哦，基本建议人爱当多啦，基本人爱建议啦，不过去做哈，其实好冇时间去做，你就参与啦。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水镇抚养树干基杯嘅安乡风化。讲过嘅台湾嘅发展吼，其实非常嘅变化动态吼。民国40年时节，嘅当时拢发展嘅农业为主啊吼。然后呢，70年时期间呢，采药去发展工商业。到后尾呢，80年嘅时节呢，去发展嘅科技嘅产业哦。到而下最近也10几年来吼，個當到嘅後生人呢，個都轉去嘅種下地方來做嘅耕種嘅工作，所以台灣嘅發展呢，規則嘅影響吼變化都做啲講非常嘅大。今日呢在節目當中，人都非常歡喜吼，邀請到台灣呢做啲講種嘅奶母哦，國外種嘅奶母哦，種最多嘅老妹呢因為阿爸種奶母，老妹種當到其後呢，佢嘅奶呢承接到佢嘅阿爸吼做嘢嘅事業，然後嘅種嘅東西做啲發展，都係賣出去研發出嘅原料嘅種東西啊吼，呢情形呢對台灣來講，也係有嘅經濟發展當中呢，也係有影響力嘅人。首先來介紹，今日來到現場係兩煞吼，首先來介紹佢阿爸曾文正曾先生，曾先生我。主持人好，我係曾文正。嘿，你好，係我嘅觀眾朋友，大家問好啦。客家鄉親大家好。曾爸爸非常嘅客氣啦，吼，上電視節目嘅時間吼，看佢當研導，佢嘅看阿爸研導都啲吼，佢嘅奶嘛當研導哦，佢嘅奶係曾俊豪，俊豪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讓梁生來到節目當中哦，聽我叫介紹吼，台灣咯講到嘅種奶母吼，做嚟講係曾先生嘅種最多吼，錯冇？可能我後早種啦，嘿，我種20多年嘅啦。20多年係啦。哦，樣辦該當時要上去種奶母嘅，該個長嘅樣嘅，有一個幾件。要因為嚇我係朋友嚇，一下子也已經摸出嚟啦嚇，要八九十歲嚟啦，老朋友啦嚇。按佢特別做導遊嚇，喺就突然下去世界各地去按出去去聊啊嚇。佢做導遊，所以佢也佢對外國人就。嗰當時20-30年前啦，嗬，還可以講，那個外國人苗木啊，嗬，銷量啊，嗬，可以按順便大啲嚟做呢做得。嗰當時冇管資啦，係啦，佢冇管資嗬，所以佢就大概美國人嗬，大基礎嘅奶母樣做嚟種，按種到佢這個田園地邊度嗬，佢個要看獎嘅，係看獎嘅啦嗬，啊結果我是自己個，我看到個。cái lấy một果子ăn酱哈，也唔是看到ăn嘅果子哈，又唔係檸檬，又唔叫檸檬就冇埋上場，啊有場白的有場應該用係cái咪cái酸嗰種哈，切從當中用水果，結果唔係啦，啊個有啲係麻醬，啲係奶母哈，啊個有啊啲做咩洋洋葱喺嗰切種看啦哈，咁好啊，啊其實不能從喺切種啦。啊，種兩個天嘅啦，嗬，按因種起來兩松開始種起來啦，種兩條去咯，係啦，兩條啊，日下全部嘅奶母園有幾多條？你計算過冇？差唔多要400-500條啦。哦，你當大一片咧？係啦，全部幾多條我也冇去算啦，因為也有到本個天牛、山牛股嗬，釣時當多啦，所以講嗬也損失錢多。都帶奶母同個檸檬有乜嘅區別冇？其實哈，奶母啦檸檬哈，其實同科不同種啦哈。像講佢係從一個柑橘科嘅哈，那個原香科啦，同科嘅，可是佢嘅品種是冇同咗。像我哋講嗰啲海梨柑、撈通柑、撈茂谷呢啲哈，黃柑全部係同科嘅，係冇同種啦哈。所以佢嘅肢體啊，可以講我奶母也做得接到cái黃柑蛋糕，然後黃柑也做得接到奶母蛋糕，可以互通咁樣啦，所以佢本性差唔多啦，所以我啲奶母是用接枝下來啦，咁樣嘅時節，佢嘅性質啦，是就當到類同嘅為數啦。其實我咁講，我當好奇嘅都講。該當時曾爸爸，該當時種兩條，人嘅朋友種來看獎。係啊，我哋想講，也條種以前哦，樣板冇人來種奶母咯。台灣弄係種檸檬較多啊。
因为咧莱姆吼，嗯佢水分冇咁多，嗯，吼，咱柠檬来比吼，水分冇咁多，嘿，吼，佢嘅樹蛋吼，貴樹蛋係全部捏當倉，哦，吼，安尼時節管理莱上，姆有那咯，係見捏咧當倉，嘿，我件是管理是責啦，係講是做些吼，要天出做到嘛冇比差唔多啊，哦，係，所以講咧管理上吼又好，好等於鬧啦。哦，而且呢，哈，呢啲莱姆嘅跟種水果啊，市面上新銷，恁對佢了解啊，哈，冇了解，所以先咱接受佢啦，所以呢度市面上也賣唔出啦。哦，因为市场某个时间，嘿都某个嘿啊，一开始的时间应该当时中的时间，迄冇想到讲，攞每做嚟做生意来卖吼。我起頭是想講種生氣哈，嗯看佢嘅打係新鮮又賣鮮啦哈，嘿，到底撈檸檬要窮樣冇啦，啊我種了以後，開始哈，開始2-3年還冇收新啊，是冇呢個問題嘛哈嘿，過了就開始打咧，好，我要種加要幾十衝咧哈，要開始打嘅時節，我是那是講市場咧哈，你買啊哈，那本個水果攤哈。問佢講，有啲老闆咧，你啱來冇買你好冇？講啲啊吼，我冇，你我冇買水，我冇去買，咁冇去買，我用個啥？佢講唔買本機冇喺數啦。佢冇去少啊吼。誒，比如講我20條買機啦，叫我10條我都冇哦。哦，咁冇去我是沒有辦法啦哈。剛開始只好就打退堂鼓，我是那種的哈。我是想講，既然你按上國也賣唔出啦。我是想講咧用加工，加工可以延長佢咧銷售嘅期間，儲藏期也係可以。做乾頭做乜嘅？嘿，做加工嘛哈，它是可以延長佢咧保存期限啦哈。啊唔係講摘下來一禮拜冇賣咧，冇處理是會壞嘅啦。哦，還是可以，那啲樣，那去做加工以後是可以那啲問題解決的。所以我是拿嚟做醋啊。做醋啊？係，我做萊姆醋啦，哈，啊做加工做萊姆醋。按個時間吼，最起碼我做萊姆醋做好呢一段時間，我冇問題，唔係講要壞鐵嘅問題啦。還賣問題還蠻解決啦。自己團你冇壞鐵，你唔會壞鐵，呢一個問題是解決的啦。哦，先計講，因為唔該萊姆摘下來，會壞鐵啦，買壞鐵嘛，佢有可能將該留該檸檬比起來吼，佢該保存期限。差唔多啦，差唔多，差唔多啦，係。誒，你冇用量誒，儲藏嗰些保鮮劑啊。你是要何用保鮮劑啦？像我見到嗰啲水果，我想是要用保鮮劑，冇可能講，相當用到嗰時2-2禮拜咧。哦，慳咗係，梗係吼，對市場咧。因為早鐵啦，吼，水分會冇鐵嘛，吼。係啊，所以講用保鮮劑。我哋從頭到尾，我是冇用保鮮劑，哦，是完全係很天然嘅。哦，所以講吼，啲儲藏期就冇可能當倉啊。哦，啊，你我做醋以後吼，你保存嘅問題是冇得，我做醋我可以用1年、2年、3年都可以用，冇相關。哦，因為用1久嘅是一大千啊。也講到吼，台灣曾爸爸佢講一開始吼，種到以後要來做萊姆醋，萊姆醋以後係唔止愛社會內味哦。啊，我們因為今日樣辦講愛請夾拉來到現場吼，係因為哦也聽講夾拉開3間店，啊，攏有自家嘅產品哦，賣俾人客，啊，生意越來越好，哦，人生嘅變化動態吼，阿爸種也係萊姆一開始係想講看下先。哦，來看獎，啊嘛冇想到講，今尾種到400條，啊到我們呢，嗰啲做生意，啊個傳本來嗰啲利用也來賺錢，實在吼也好對講阿爸要嘅先知啦，吼，佢做到地講啊也都對來講要幫忙嘅地方，到大家發展嘅過程嘅樣辦呢，等下休息嘢再來講。關呢教育嘅方式是講吼，我是。水解性質啦，吼，我又冇講鐵片講，我又咪你栽培機又咪冇啦，冇鐵片啦，吼，新種嘅果廠啊，吼，你是唔好學壞，吼，你是做正面嘅東西時候，冇危害啲消費，吼，冇本啲消費帶來啲樣嘢，吼，麻煩，吼，你做乜嘅都冇相關。
分享到咗嚟暗香風化嘅現場哦，頭啊同曾爸爸吼有講到講，佢種啊以後吼生產出來以後，大個以後摘下來，要保存期限，所以呢，都來做嘅萊姆醋，萊姆醋一做出來，唔過一做出來硬嘛賣出去，唔聽我講冇想到講要賣出去嘅問題，樣板農每個越種越多，唔該人講吼。東西種出來，也係講生產出來、製造出來以後，一定要有收入。冇收入，生意都冇可能做啊。安尼種越多，個農民越種越多，都帶樣板打通個收入誒。你吼，種咧有只數量以後吼，因為我也就到農會啦吼，也就參加青島咧講師了對啦吼，講師會啦吼，我也就特別就參加世建會。世建會哈，安啲政府咧就讓我送去日本啦哈，我就去日本做草根大使。好，安因為機緣啦哈，因為農會也就幫忙啦哈，佢也就讓我哋推薦哈，讓我哋產品啦哈，青島咧媒體啊，對講我要種量嘅萊姆哈，是會去問農會啊，會問市公所啦哈。因為我哋係收集咗佢嘅符托哈，所以問啲係施工所問農會，是否來讓我做採訪哈？做採訪了以後啊哈，觀眾是參是會遞落呢樣嘅東西，好就我就叫試過以後嘛，較好處。係啦，就是會就了解我係萊姆醋嘅啲產品，啲嘅好處啦哈。安尼是慢慢是啲知名度已經打開來啦，是咁嘅關係啦。農民都慢慢有收入誒，係啦，經過媒體就曝光以後哈，是漸嘅啦哈，咁每一年半年哈，漸是經過幾年嘅時間啦，一開始都做出來萊姆醋吼，噸都幾件，係啦，農民哦，慢慢嚟賣，越來越多人識過以後感覺唔可以查，都來繼續來買，因為咧純天然啦哈，完全冇農藥啊，冇化學防腐劑啊，防腐劑乜嘅都冇啦，所以按個天然嘅東西啊，對我養生非常好啊。所以講慢慢因對地啲嘅東西對身體好處但是會喜歡上它啦。像個俊豪哈，我在想這個過程裡，你有沒有想過跟着爸爸到田裡去種那個萊姆？就是那個有參與過啦。那如果我做的話，也沒有辦法達到那個應有的效率啊。那沒有辦法做得好，所以我想說，如果我專心把飲料啊、備料這一塊做好就好，我做更容易受傷。因為萊姆我看過，該樹黑很多次嗎？很多次。那你要摘的時候要怎麼摘？怎麼剪？平常就是要落去先收枝哈，所以講比較好識嚟嘅枝條好識嚟哈，好柔嘅，嗰時落去剪起啦。好，佢哋講緊你都好倉嘅哈，會讓嗰啲正衝到嘅，嗰時落去你都剪起去啊。先把刺剪掉。係啦，嗰時發動到時間啦。去挑緊嘅身材啦。可是俊豪，剛你這樣一講哦，我比較擔憂的是，你好像只知道賣啊。雖然你賣得很好，沒有錯，但是爸爸種，爸爸會不會擔心說，俊豪哪一天，那你如果退休了，那這個果園誰來管理？這個問題我能講哈，我是負責啲生產哈。自己做呢階段哈，和銷售是本機做呢後端哈。咁部機器要發出讓佢銷售佢哋講哈，你做量嘅按照前段嘅生產嘅問題是冇問題啦。因為機械就參與過哈，第講咧按照有冇現在果倉去參，你就可能就做過哈。其實講盡量去冇去做呢部分嘅工作，去做後端嘅工作。後端嘅工作是可能比如講。我係會做，我比如我係做唔起，強硬田做。好，其實只要穿頭嘅有咩做法？佢穿地叫參與過，其實地。佢也會做啦。其實講佢冇會花時間就了啦，冇咧。佢想講哦，
做农事工种吼较辛苦，懂无？所以你讲，也后生人哦，佢个头脑都好，佢讲爱爱冇按辛苦。爸爸吼，佢阿爸做工厂，哦，你工厂嘛，对对，你生产。啊，爱呢做通路，做销售都会。对，爱做店面都会，爱不是按辛苦啊，爱打整个赚的钱比阿爸较多。啊，就这样。我觉得观众朋友吼，哪有听用？要感受到讲，奇怪，唔该当时用想到讲，种啊农民，要有本来都安尼接到。冇想到。冇想到哈。冇想到。然后俊豪，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当然我不知道你的求学的过程，可不可以谈一下俊豪他的成长的过程，跟爸爸对他的期许？我是讲咧教育的方式是讲吼，我是水界兴趣啦，吼，我也冇讲特别讲啊，又咪咧栽培机，又咪冇特别啦吼，所以佢好做乜嘅东西吼，我认为讲咧新疆的狗场啊哈，你是没学坏哈，你是做正面的东西时候，不管你做嘛，俺没反对哈，你是没危害了社会，哈，没把了社会带来了安尼哈，麻烦，哈，你做乜嘅就冇相干，好，各行各业我就分样，所以讲俺也冇是特别讲要求你做乜嘅，你兴趣你有兴趣乜嘅兴趣，你就愿意做，俺冇是反对伊啦，俺这狗场是安尼啦。该当时基本人买个莱姆嘅饮料啊，大概吼，嘿，你们唔建议，也非常黑讲，俊豪他自己发觉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一个商机，那是他自己这样想。你看爱生产按多哈，你只为生产哈，结果你冇法度讲，老爹讲做得卖很好多钱的玩意啦哈，这种许多按你按辛苦啊，冇卖推价，所以讲只是讲去建议讲爱咧老二哈。填卖，佢提头是特别的，慢是特别卖啊。其实我就别人就建店哈。我讲，你既然你了哈，你左边就来哈。那我咧建店，我冇开咧，半年开哈。喊你直接卖，我店税嘛，讲我冇人拿，你卖几多钱全部半年，哈。叫我冇诶，叫我系特别，我讲特别的店税按贵啊。我讲你一年下来你几百万半年拿，你按做2多钱半年拿，你按咁算的说。用我去看啦哈，用就持信啦，哦，俺无谓意思，我讲既然你有持信，咁俺咪是成全你哈，是就讲寄亲呀，我用我东西寄亲样啦，我产品寄亲，俺佢就特别的，可惜是金华街个是亲间店面，是这个可惜卖，俺可惜的。一开始俊豪，你一开始卖的时候，爸爸这个莱姆，你怎么会想到要把它商品化，然后把它融入到你的饮料里面？然后刚开始卖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得到消费者的一个喜爱？因为你有市场，有消费者的肯定，才有可能慢慢逐渐扩展嘛。我最早要退伍的时候，我是在就是肉品加工的啊，那时候杀牛啊送货，那我送货的时候，我很常经过一间日本料理，那老板他在喷柠檬汁嘛，做好的牛排。我跟他讲说，我家是种莱姆的，全台湾最好的莱姆就是我家出来的。然后他用了之后，他也习惯。他后来我也介绍我老爸认识，他也是变老客户。然后又有介绍做调酒的，调酒他们因为我送货的关系嘛，那有些 lounge bar 他们会有一些烤的小东西，然后也是他烤肉也可以加，然后他做。Vaga 伏特加的饮料，或是做 whisky 的都可以套一点莱姆汁。那想说也顺便介绍一下，我觉得很简单的，我在送货的过程中也顺便推销到我自己家的原料。那我想如果我自己做一个饮料店的话，应该是全台湾首创，就是产销合一的农产的东西啊。所以是因为你的工作的职场的关系，然后刚好有这个东西可以去，你就借这个机会，是不是？你跟你客户讲说，你可以不要用柠檬啊，你可以用莱姆试看看。就是把特性跟他讲，就是它这不会那么酸，那香气比较重，那放久的话，它氧化时间也会比较慢。对，它的酸度不会太刺激，跟肉的话是更配合的。那种饮料的话，就是因为跟我阿嬷也有关系，就是小时候看他把那个当季的水果嘛卖不完，他就把它腌起来。腌起来之后，然后他可以调出来喝。那
像是如果我阿嬷，我记得那时候她有那个酿过桑葚嘛，那现在大概是就是我们店里很畅销的饮料，就是这个桑葚就是我阿嬷当初的概念，对啊，那就是用多几种就是比较传统台湾风味的水果，然后跟莱姆去做一个结合，那最好是它果粒是甜的，我们喝起来是酸的，就有2种层次啊，对啊，讲到生理吼。也来吼，满口的生意经，吼，有样其有个专业吼，你讲生理子吼难讲呢，哦，伊该不卡地度吼，那伊个做生意，你来吼都无问题，都安尼都连翘脚的，连喙鬚的，俺当会做，安会做，因为只有开店，俺就无法度退休啊。哦，无法度，无啊，也做得像工人来做啊。啊啲。迄5开店，我可以，你行我是可以退休咧。嘿，吼，因为开店，我保持去店的原料吼，源源不断啊，分去卖啊，所以我下边我自己加创啊。哦，我冇原料分去就冇卖啊，所以我咧下边自己加创啊。也父子档吼，是才懂机密吼。你看阿爸安尼，阿爸做些来呢，老几个产品卖出去，两个人配合的相得益彰吼，非常的一个很好的搭配组合，都在用父亲跟儿子之间吼，用板来沟通，用板来相处吼，等家长来讲。所以讲，我对这农业我是我是紧排斥啦，吼。上讲下妈做唔得开片人。系啦，所以我差不多有25年了哈，冇用农药嚟啦，哈，蔬菜籽也冇用啦哈，农药也冇用啦，连个化学品也冇用啦，哦，所以全部讲，呢这个是个人的建区啦。欢迎到这来安平风法嘅现场，今日邀请到像整个郑氏父子嘅两只爷吼来个现场哦。听我讲到，郑爸爸我请问吼，唔讲中间来姆，听我也有讲到，唔该个人地图4、5、8条，有时吼以为来姆系因为天然的，因为讲究天然的，冇用嘅农药嘛，冇用农药都系你讲嘅有机嘅啦吼，有机嘅时间唔系用板来估也个有机嘅样板，要来坚持用有机嘅方式来生产。你认为我种啲莱姆之前啊哈，我是种过青岛种嘅水果啊，像啲木瓜啦哈，像啲柚啦、啲柑类啊哈，有种过。种过时间，在以前我种莱姆以前种的东西全部就喷农药，哈，要喷农药。那特别我头上时间啦哈，然后冇个知识啦，糖讲啦哈，糖啊啲磷下啲纤维，长辈讲，伊也系种柑冇了掉嘅产品哈。糖去讲用啲安杀菌剂啊哈，是泰森了掉哦，杀菌剂啊哈，讲冇毒啦。其实到了下，我想起来啊，嗰度是真是冇个知识啦。哈，那就讲农药冇毒嘅。那有可能。嘿，全部有毒。哈，你甚至讲你按泰森呢东西已经本身禁用嘅啊。哈，介会对我哋身体嘅危害非常大。像以前有用嘅 DDT， DDT， 也都做唔得用嘅啊，全部確天有毒啊。禁用嘅，青島 DDT 啦，哈，韓國嘅乜嘅，青島農藥禁用嘅啦，哈。因為我以前種嘅，你柑類哈，韓國從來木瓜呢度哈，是有噴農藥啊。嗰噴農藥當然種嘅水果好會好醬，好，可是噴下醬嘅時間，我哋嘅身體哈要吸收到青島嘅農藥，好，尤其係我哋體脂腺，我哋噴嘅嘢哈，體脂還是吸收到，好，不管你皮膚也係講頭絲哈，全部會吸收農藥，你廠嚟噴緊。cái量會緊累積緊多哈，所以對我哋身體啊哈影響真大。錯，啊我要到青島我啲嘢哈，因為噴農藥哈，走出嚟啦，得到癌症，係得到癌症啊哈，譬如講肝硬化了掉啦哈，當多啦，哈，所以講我
也有去参加青岛的讲习啦，吼。咧通咧讲解是讲咧农药的使用啊，韩国嘅排除咧对吼。那底啊，吼，创头又按接触到那种知识的时间吼，又得到咧创新啦吼，是又变知识嘛吼。所以讲，我对咧农药我是渐我是紧排斥啦。吼。那已经差不多下晚做唔得开片人啦。系啦，所以我差不多有25年啦吼，冇用农药嚟啦。吼，出错字也冇用啦吼，农药也冇用啦，连个化学品也冇用啦。好，所以我全部讲，呢个是个人来建起啦。我是全部用咧人工的方式吼。割草你做你讲，我是割草，我是割，我是经过，我是出得硬工，经过啦吼，割得草也做得。非专业吼，本去做咧个有机质啦吼，那见奶土啊吼，经改良，会变好，好有含点有机质的些叫奶好送，好奶好送是不好湿润，好湿润些是对咧作物的哈，是会好生长好好哈。农药来讲当然是，那唔用农药是只哈，是有平春会嘛哈，平春会现在是会用其他方法来解决啦。比如讲，我种係莱姆来讲，甘类虫样啊哈，是你讲冇用农药，是不是青豆就冲啊？比如讲像有个介壳虫啊哈，有个果蝇啊，果蝇那咪青条虫啊，介壳虫咪青条虫啊，韩国有个尤其最严重的是个山牛骨啊，天牛啊，个新天牛啊，发啦就上角的哈，嗰种系天牛，嗰种系不经咬到啊。该家松鼠是会报销，好，只是不该天牛一只天牛咬到，该松鼠是盲眼帮你报销，好，所以我就按样报销睇鼠当多，好，因为按样鼠是睇上200种以上啦，冇法度是睇就等于死嘛，我因为唔用农药啊，我是按照建期啦，我是做过中国嘛。嘿，是按样方法。唔讲坚持冇用药的，按讲电拄到个天牛的时间，按样办的，都带按样办来处理啊问题。我有看过，他就是把那个树干嘛中间破一个洞，它天牛在里面产卵，对，它那幼虫就把里面应该是木质部的部分掏空，对，掏空，然后它就出来变蛹，对，就一颗的，然后就拿铁丝去把它挖出来，但是这样弄是很没有效率的。应该是要做防治这一块，不是要去因为你把它虫挖出来，它养分还是上去的部分会越来越弱，它会慢慢会凋谢。那只要被咬过的话，就树比较不健康，它就是产果率又会比较低。所以在防治的这前置作业的话，应该是把树干加强会比较好。我俩下就会按样做，你讲一起做冲啊，几日几又本几咬到咧哈，又个又冲的树当然长到一起做啊，那个按照干到天铺的啦，但是按照按照饲料的啦哈，那你要做的是做放饲的部分啦，做预防的部分啦哈，做预防的时间是会有效果啦，你讲那饲料的是，比如讲效果是好大的啦，比如你松鼠边个山牛骨咬到咧，你等于就冲的咧，你将饲料去做出来，那是按照慢的啦，你材料。本去咬到1000年，要买那去放置莫被咬到，按个方式哈，对咧树来讲哈，好有保障啊。按迄样办来防止，莫被天牛夹到该咬到该树诶。也有在讲系看图骗人做诶，也就讲我自家想诶哈，还是讲仅是改良啦哈。你唔本去就本去诶山牛骨是咬到几个水，落去咧树落去。爆人机啊，系讲某个东西落去吼，隔绝。用迄咪用塑胶套诶？嘿，肯定系用某个材料啊，用布又系用棉，又系讲，用某个所讲塑胶布某个东西，肯定就某个东西落去咧收落去，包起去吼，落去隔绝，莫本去山牛骨做得咬到去安尼，你要是做得预防，还是达到预防的目的咧，所以落去爆起来是错啊。都唔是个讲该有天牛嘛，该东西。是冇按讲啦，han系会讲，因为按样做诶，唔系100%，按样做大概有80%-90%啦，嗰是改善当多咧啦，不过你系说做唔得讲去山牛骨，你下系繁殖期当多山牛骨咧，
你讲在做，但是都唔差咧。哦，你在去山一股都出现2000，你才做。做好来放自己来食安因。好，安因的问题。哦，种莱姆哦，几多年种菜要几多年长都得有打过。几年好到这柑橘类似差不多了哈。你种落去之后，差不多2年到3年啦，就是差不多5年以上哈，是慢慢就会打理了。5年以上。像安尼一条该树的莱姆的树一条哦，一年做得生产几多公斤？这山区啊，系在夏天啦哈，热天啦，差不多6月到9月了长时间。好，这按照生产期啦。好，按6月以前好烧，按10月、9月以后也好烧。咁过去收档还是有过啦，唔会讲完全冇过。按当多过的些是2段时间，6月到9月2段时间是收档是当多过啊。是当结的安尼。有来计算过一条一年做得几多斤冇生产量？你是看你收龄哈，老几的个个收个清新啦哈，看你现状的强唔强哈，生长势强唔强哈，收个健康情形哈，那就欺骗啦。比如讲你那系5年收，你系讲你10年收哈，你的产量涨当多。产量涨多多。越老几多越大的数量会越少。几日台日多年嘅收法就多。收新就台。发好发。收新就台快。咁講你多年以後佢就降衝，降計要本平衝會會多。你講平衝會多，佢嘅產量又大下來咧。甚至於命都冇睇咧。錯。但是我哋看佢收齡啦，收齡好多年好講好健康嘅，其實大好多啦。數年較多，數年較多嘅，較繁嘛，叫做大較多啲位嘛。係啦。啱你講嘅時節，萊姆都係講佢較時要日頭講係。你喺機會啊哈，有一句話哈，就是套一句毛澤東講的話。他說萬物生長是靠太陽啦，要革命要靠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嘅思想嘅董事嘅講法，不過要讓萬物喺日頭靠太陽。日頭講，因為要日頭嘅時節，經常佢曬到日頭，也是光合作用，都會較甜、較好食嘅。原來種萊姆韓國有一種嘅訣竅哦。繼續嚟休息以後咧，等下咧，張國強梁智堯繼續來講。我老爸光萊姆他大概就資助了100多萬，也是都不收錢的。今天其實能夠有成就，真的還是爸爸全力支援的關係。我爸佔了95%了，哇，對，自己有5%了，自己5%靠貴人了。再來暗鄉風化嘅現場，繼續呢來請梁智堯吼，同人講呢，佢一開始嘅時間我哋吼，曾爸爸條阿要講吼，夾來呢，攞門講喺台北來開店，開始嘅時間開店要按到錢啊，嘅租金要當高吼，曾爸爸係唔係要對來嘅做佢嘅金主？開始佢也冇買錢啦哈，當然後生人也全冇買錢啦哈。叫按些按好，按標費哈，按標到費哈，來成本用。還你等於個青年創業貸款下來咧，你講幫哎，好按也放心啦。那這個過程，一開始開的時候是不是順利呢？剛開很不順利，因為我們一開始就知道房東，他要5個月的押金嘛。那一開始大概我自己準備了30多萬。還沒有開店就沒錢了，然後後來要裝潢啊，然後要弄一些設備的話，我就跟我老媽講說，就要先幫我開支票嘛，她說賺到再還他，又或者是如果貸款下來，我錢再幫他補齊啊，那這個時間前後持續多久，然後就把整個的財務狀況就比較穩固了？在1年半左右。
哦，懂讲对啊，也不快啊，其实很久了。像这个1年半，差不多一年多的时候，这一部分大概我老爸他从新竹送过来的莱姆也是用货运的嘛，光莱姆他大概就资助了100多万，也是都不收钱的啊、所以这一部分是更重要的。所以你今天其实能够有成就，真的还是爸爸全力支援的关系。我爸占了95%了，哇，对，太棒了，自己有5%了，自己5%靠贵人了。对。可是你自己也是有很好的一个生意的头脑哦。你莱姆的目前在店里面的系列产品里面，有用到莱姆大概有多少种饮料？就是说饮料的话，就是饮料的话比较单调，就是有8种。那但是如果是农产品的话，醋那一些，醋的话又有细分是4种嘛。那现在有另外做，因为我现在榨完莱姆的皮，我是自己在永康街楼上炼精油。那炼精油的部分的话，也是有做手工皂，还有去角质的这一类。现在只是在店里是送试用，那预计的话是明年5月开始就是开始卖，现在都只有送而已。所以事实上这样加起来有10几种嘛，你的产品的面向啊，就是单纯不管是莱姆醋也好，不管是所谓的莱姆的精啦或什么什么的，用在这个产品上，你自己的店里的产品有10几种。这样子勉强算一下，应该差不多有20种。都是你自己研发？我自己研发，还有常喝饮料的客人给我意见。然后熟客的话，有些他不只给意见，他还很热心。对，他还会帮我做好，问我说这样可不可以，然后再跟其他客人研究。来在做生意的时间，阿爸有本来嘛个意见吗？这个倒还好，他比较不会给我意见，就是做好的事，对社会有益的事就好了。也常讲要可以做错事，但不要做坏事嘛。就是错了一步，自己再改就好了。对，有时候就是这个决策也是损失很多，但是觉得有搞头就去做，那以后。那如果真的做不成的话，再回去做，起码代表你知道这件事做不好会赔钱，你就放弃就好了。至少你尽力了嘛。对，有做过就知道啊。你刚刚讲做精油以外，还有一些的未来的一些展望跟计划。未来是希望在新竹啊，就科学园区或者在竹北，就是回老家也开一间，因为家乡的同胞，那也不知道我们的饮料在台北的话是。很多人喝啊，但如果在新竹的话，我爸妈他们也比较光荣啊，然后他们也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那平常他也可以去自己的店里巡店啊。你一个月3家店哦，大概用掉爸爸多少莱姆？你现在自己种的阿爸种的400条400-500颗哦，量足够应给你吗？所以我就开发多一点点的口味，就是让莱姆汁用的量会少一点啊，就用其他水果做替代啊，那就是看当季的水果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那原本就是7样是不变的，那现在因为季节的话，就会发不一样的水果，可以跟它有做一个融合的。所以爸爸种的莱姆400条差不多拢迄分野来用的嘛，无过买分便宜呢？便宜人上的油啦。像青岛哈，人也买，他煮那个鸡胸肉哈，是去那个吃那个糖尿病降血糖，这个部分很多。很多跟民间的传说的疗法，对配方啦。我是提供这个原料，提供我这个好的原料，有机没有农药的这个好的原料，他们是找不到这个东西，那就找到我这边来，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这样很多。你吃好了以后，介绍他这样子传过来，那我这一部分也被消耗掉很多了。也都讲种到也都种无啦，有可能，你讲3-5年都做得大，也有继续个扩展多种一点嘛。目前还没有，因为这个也很花人工啦。这个有机的东西很花人工哈，所以现在目前就是说把这个产量能够稳住哈。就暂时就是这样的一个产量哈，就稳住了。如果你年资再多一点，它的量又会增长，所以也不需要说急着再去扩展你的这个量，这个投诉的量，你只要投资你的工时下去的话，你那些部分它也会增量
它因为年资的增长，它的量也会增加了。错。你听我就讲6月到9月左右迄几个产期嘛，产期6到9月的产期之后，那俊豪这边通常运用莱姆的部分，可能鲜果汁的部分就比较少运用，是不是这样？就是做季节性的调配。季节性调配是没错，可是6到9月那部分就是产量如果过剩的话，就是我爸他也是腌很多醋，就在我们自己的农场。然后我们那时候饮料的话，就是卖最好就是6、9月，6到9月。因为那个时候是新鲜的嘛。对啊，那时候喝起来最好喝，很多人会喝原味的，就不掺其他水果，喝起来是最酸的。那时候那个季节是最好喝的。哦，除了莱姆，据说你还有种那个什么，洛神花。洛神花哈，洛神花的部分也还自家种嘛？自家种啊。嘿，有几多条？洛神花哈，我看个洛神花多么大呢？洛神花其实哈，因为我种了以后才有经验哈。洛神花其实它是管理的好，真的是产量很高了。如果你以单颗来讲，只要你管理的好，你一颗它的那个产量哈，甚至于都可以得到40-50斤了，一颗了。如果你种的太密集的话，一颗大概是10几斤了，会差很多了。所以也不要说你这个在数量上去标榜说你种几颗，也没有必要这样。因为你种的越多，你如果说管理不好，那个量也不会跑出来。品质啦。对，要品质才会有量。你如果我种100颗，我把它管理的好，不要种的太密的话。那个100颗的产量很多，如果你种了300颗，一样在这个面积里面，你种300颗，它的那个产量不见得会比100颗还多了。也都会讲港中也有港中的技巧的问题。那所以像洛神花的部分，在店里的饮料也大量都有使用到吗？对，像如果是100颗的话，那如果种得好，1年3吨，3间店刚刚好可以用，没有问题啊。哇，就3吨其实就够了。因为它出来的话，煮过，你一杯大概只要用大概30-40公克就够了。就它味道就很重了，都会酸酸的，酸酸的那个感觉。100颗绰绰有余啊，如果做得好的话。所以在我们看亚亮之亚记得吼，有个生意条喏，阿爸吼懂得耕种，然后儿子懂得销售，这个就是有工厂制造端跟销售端两个这个天然混成搭配的相得益彰哈，可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组合。也都会讲您讲阿爸工厂制作寄来卖，安尼呢，支持迄个生意要越做越大。你看也讲3间店。过来，希望来讲，个无几久，预计大概多久之后在新竹再开店？就是希望就是夏天以前，明年。哇，你看，讲到就做哦。明年新竹天气的观众朋友他改向前都做的是都记得好食的饮料。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访问来到的时间感谢梁子爷来到节目当中讲到很清楚，用大家地讲原来跟民国年来个莱姆做得做饮料做得做当道的东西大家吃到以后个天然有机的对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好，感谢梁子爷，感谢。好，谢谢。下次见，拜拜，谢谢，来。